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咧讲无气咸，菜脯金罔加咸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气，可以气读第三条。这个气就有气绝，也佫有车煞、迄角的意思。像咱咧讲气咸，古早也佫有人讲气煞，个意思就是淡煞，也佫有放气。啊，若无爱物件本色，咱讲是废弃物。另外，过身古早有一款讲法，讲是气势，也毋过这个气势嘛有放弃世俗、出家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气咸，意思就是无介意、无爱滴。第二个词读做硬身气固，意思就是介意身的、无爱旧的。大部分拢是对爱人啊用情无专一的讲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现代社会啥人的有血，也佫有卖血真多。像讲阿明这款卖硬身气固的人特别可取。翁仔只互相无气咸，菜脯金罔加咸，靠大小甲一世人，会当讲互人真新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气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